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ePrice Hong Kong 嘅 channel。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兩日嘅科技新聞。小米 Redmi Pad 2發布，1000元價位就有 2.5K 螢幕，性價比極高 AV 平板。小米香港今日正式宣布推出 Redmi Pad 2同埋 Redmi Pad 2 4G 兩款平板電腦，而呢兩款平板電腦即日起正式有售，而且號稱1000元價位就可以有 2.5K 解像度大螢幕，為高性價比平板迎嚟新嘅標準。如果想知道詳情，咁就要睇落去啦。Redmi Pad 2香港賣價同上市資訊。Redmi Pad 2系列提供 Redmi Pad 2同埋 Redmi Pad 2 4G 兩個機型，當中嘅 Redmi Pad 2提供薄荷綠、石墨灰同埋薰衣紫三隻色，以及兩個容量版本，包括有8GB 加256GB同埋4GB 加128GB兩個選擇。建議零售價分別係1399同埋999，而 Redmi Pad 2 4G 就提供薄荷綠同埋石墨灰，仲有一個8GB 加256GB嘅容量版本，建議零售價係1599。配件方面，用家可以另外購買 Redmi Pad 2嘅雙面保護套，白灰兩隻色，建議零售價係199。Redmi Pad 靈感操控筆建議零售價就係299。Redmi Pad 2系列即日起喺全線小米之家、小米之家專賣店、小米官網 mi.com、香港指定零售門市同埋網站正式發售。從即日起到6月20號，購買任何 Redmi Pad 2系列嘅機型，可以獲贈保護套，價值199，贈品數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送完即止。另外喺優惠期間，顧客亦都可以以199嘅優惠價加購 Redmi Pad 靈感操控筆。我哋再嚟睇下硬件規格。Redmi Pad 2系列採用金屬一體式設計，配備一塊11寸 2.5K 嘅高解像度大螢幕。以1000元價位嘅平板電腦嚟講，有 2.5K 嘅高解像度，實在係相當誇張。同一時間亦都支持274 PPI 像素密度同埋90 Hz Adaptive 自適應刷新率，並且採用 DC 調光技術，具備德國 TUV Winan 低藍光、不閃頻以及晝夜節律認證，確保用家全天候眼睛舒適。同一時間，平板作為一部影音機，佢亦都具有4喇叭音響系統，並且支持 Dolby Atmos 同埋 Hi-Res Audio 高解像度音效技術。另外 ，Redmi Pad 2系列配備咗 MTK Helio G100 Ultra 處理器，內置9000 mAh電池，相比起上一代嘅8000 mAh更加大，並且支持雙 SIM 加雙 4G 功能。運行 HyperOS 2作業系統，支持通話同步、網絡同步同埋共享紙貼板等等嘅小米互聯功能。我哋再嚟睇下另一單新聞。全新 Ultra 體驗，三星 Galaxy Z Fold 7宣傳啟動。三星預計將會喺7月推出新一代嘅 Galaxy Z Fold 7同埋 Z Flip 7摺疊螢幕手機。唔單止已經有各路嘅爆料消息，喺今日三星官方亦都正式推出咗 Z Fold 7嘅首波預熱宣傳。主打整合 AI 功能，帶嚟新一代嘅 Galaxy Ultra 體驗。三星正式發出咗新聞稿，標題係 Meet the Next Chapter of Ultra， 預告 Galaxy Ultra 裝置體驗將會進入新一章。新嘅摺疊螢幕產品將會更深度整合 AI， 增強版嘅 Galaxy AI 功能亦將會針對摺疊螢幕進行最佳化，令到手機合上嘅時候能夠無負擔咁使用。展開之後就能夠變身多媒體中心或者係生產力工具。三星目前並冇具體透露新摺疊螢幕產品嘅資訊，但係新聞稿標籤已經直接標記咗 Galaxy Z Fold 7。另外喺新聞稿嘅開頭，三星就提到使用者想要更大嘅螢幕同埋更強嘅相機，而呢兩項需求都啱好係 Z Fold 7傳言之中嘅規格升級。三星 Galaxy Z Fold 7預計搭載 Snapdragon 8 Elite 4 Galaxy 處理器，內螢幕增加到8.2寸，比例更闊，並且邊框可能淨得1mm。傳言摺痕將會大幅減輕，並且將會支援全新嘅 S Pen。三相機系統嘅主相機就採用同 S25 Ultra 一樣嘅2億像素感光元件，但係可惜電池嘅容量仍然淨得4400 mAh， 亦都只係支援25W插電。今集嘅 ePrice 新聞就嚟到呢度，我哋再會。